敢有看过新明牙签？是新明乌社会啊，新明牙签啊。新明牙签，捌看过哦。对，安尼来了解一下。了解一下。是啊，新明的牙签。那遐侪相片，拢车呢？嘿，这个是咧卖车哟。我先讲啥？你十条，什么啦？什么啦？持枪红旗公早失车最灵。车碰见就是车碰见来吹哦，吹。车碰见来遮吹。哦。所以车。大家好，大哎，家好。你是啊，我教咱这个做。哦，你好。我即摆是要问讲是安怎遮尔济车，这是恁这是家咧卖？拢吹灯啊，咱的阿里讲吹灯。干那车吗？干那吹车啊？什么拢有啦，拢有。你像咱的棍的吼，嘿，若是枪炸出去无转来，嘛是咧遮下。我听人枪的，红旗讲有咧吹钱无？吹钱。哎，我感觉我香气差不多真百亿吼。唔是了，迄条根问，好事是无，老事是这。这是绝对无事实啦。对啦，啊，是不是先拜拜啦？好，咱行来，咱行来，我讲咱无想，你唔通甲红旗讲讲啊。对啦。38。哎呦，他这个不是找车而已，一个有空拍机，还给我下空照图有无？回空照图，还有偷笑的啦，还有狗狗，真正足多人在找物件呢。真正我头拄仔红叶的时阵看，3尊拢牙签的。对啊，是啊，咱内底拢加钱。拢是红旗公吗？是，都将咱内底的补块，36个补块。啊，啥人拢伊是拢哦穿个红旗公。嘿，对，伊的历史就是早期吼，咱德山遮有土匪，啊问题就是讲，土匪较强较歹啊。嘿，啊因的武器可能较厉害啦。啊，咱红旗公迄时枪条尾才有枪。尾啊，才有枪的是，但是因的枪就是讲入火药的。哦。入啊，拍一个，拍完这个就拍完这个。哎，迄种枪，啊，伫遮咧整，整到尾啊了吼，36个补块，拢是伫遮。你算好百姓。对，啊尾啊了，迄名就是这百姓看了可怜，啊，捡着贵，那个种伫咱的了啊。啊了，就是以后吃了做红旗公，伊就是吼种了可能就是得到地理啦，面顶有一间包青姜、包公庙。包公庙啊，嘿，包青姜，这条命可能较烧头，所以得到地理。啊伊就是吼，是红旗公，伊就暗时种了吼，暗时会发红火啊。发光啊。装嘿发光啊，装头人看到讲哦，这间哪有光啊，像是旗啊咧行安尼啊。哦，敢若红旗安尼。嘿，才叫做红旗公。